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防部对外证实讲，今仔日早起，中国有几多架军机飞入去台湾西南部空域，甚至有包围东沙岛的假消息。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去向亚洲无妥当的男女关系，伊也已经向总统蔡英文示一啦。有一个要做兵的人，无甲军方讲，因兜有人伫咧居家检疫，地数坐公车20多人，拢爱甲大部队分开训练。国防部伫今仔日对外证实，中国有几多种，而且有几多架的军机，今仔早起伫台湾西南部空域出入入，拢总有24抓，甚至佫有风声讲解放军包围东沙岛。参谋总长也去到衡山指挥所镇守。落尾国防部也证实讲，这是一桩假消息，也谴责中国迫害区域和平。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初九搁一届派军机干扰台湾，还搁加强施压的力头。为早起7点开始，中国军机伫咧关岛1500公尺、4000公尺、7000公尺、9000公尺等等的关岛干扰台湾西南空域，传出有24架军机，是真罕见。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5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呢，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况。另外，还佫传出中国包围东沙岛，情形是真紧张。参谋总长黄曙光去衡山指挥所指挥，加在是有惊无险。国防部讲这是假消息，不过有证实中国的Su-30、甲歼10等等几啊种机型甲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立即派遣对应的空中兵力严密的监控应处。解放军包围东沙岛这项讯息不正确，是不实的报道。中国空警502警机出现伫海峡中线西面咧飞，甚至往金门附近的空域咧整肃。空军强调讲，有充分掌握台海附近的海峡空域。中国军机真正出现伫西南空域，外界认为讲，甲中科院试射飞弹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科院初9、初10甲上大的弹道定做无限制关度。防友讲，敢是试射天宫3型精挺防空飞弹。因为射程的关度提升到70公里，那中国飞弹进入大气层的时阵，会当直接哪早甲拍落来。对于这种例行的这个射击的内容，我们都不评论的。天宫3型，它如果说研发成功，可能3到4套就可以涵盖台湾的主要空域。那跟天宫2型还有爱国者3型可以做一个高低配。学者分析，中国军机入侵西南空域，主要是要传达政治的信息，想要转移大家对中印边境冲突的注意。针对中国军机侵入西台湾，造成台湾空防压力加悬。学者指出，空军的后勤医保能力比中国要更加优秀，会当应付相关干扰台湾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去向以下讲，在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时阵，发生无妥当的男女关系，落尾也向总统来示职啦。针对着这站在地，总统蔡英文无加做回应，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对伊的财情表示真无彩，也希望少年人着爱谨慎。总统怎么看丁允恭的绯闻？有评论吗？总统蔡英文听到问题随离开，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讨息风波，有前女朋友主编指控伊伫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年代见笑台。丁允恭讲，报道内容虽然唔是拢事实，不过伊个人的行为确实违反社会期待，催告清晰核准。对他个人的才华跟个人过去也是很努力奉公，我是觉得比较可惜，这是。这样把这个无限上纲又要骂到那个样子，我是觉得不好，也不必。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少年人爱注意家己行为。丁允恭伫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年代，迄当阵的市长陈桥正甲伊提拔，要是做行政院副发言人，搁再转到总统府，即便因为个人的私德是由外界批评事实。另外，不担任民进党发言人加前联部主任的吴宗彦，2018年太阳花学运4周年，伫咧警政署判查，台北地检催告判伊拘役30天，会当1颗罚金3万。侮辱公署的部分，这个一直都是非常有争议、有违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法条，不合时宜的法条，然后用来整肃政治异议者或社会运动者，我们当然是并不会服从这样的一个判决。大家讨论是应该是会再提出上诉。吴宗宪进前伫咧社运圈真有名，2019年被招入去民进党。不过伊讲，以前的这寡行为，民进党内拢正清楚，也未改变伊对太阳花学运的立场。
除了5中学以外，一个大概5位学生也因为执行正义破产，被判拘役30天。专案会当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警阁有查到假作是台湾制造的催安露，桥头地检署日前接到警方的证据，讲业者对中国以及着越南进口一般的催安，结果加工过假作是医疗催安卖到市面上。检警也去搜查嫌犯的公司，这位姓黄的负责人涉嫌诈欺，法院也稳准声押。检警调查这位姓黄的负责人，对今年7月，甲中国越南批一般的催安，伫台湾加工过，假作是医疗催安到市面卖，甚至号名做贺尼斯，外面阁标示因台湾制造以及着卫福部的医疗字号。检警搜查了后，也查到仓库内面有15000袋催安，以及着500个纸壳啊。目前也正咧调查讲，偌济假催安流到市面上。讲到日前做假催安的嘉义科技，日前是甲中国货的催安连入去台湾制造内面。负责人当时也伫化工，为着要赶石头，员工拢伫咧加班。新北市劳检处就对上下班的记录去调查，所发现讲有一位外籍移工一个月就加班100点钟，甚至规个月拢无休困，今日依照劳基法甲业者处罚。工作时间很长啊，有常常加班吗？嘉义科技的外籍移工对着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初九是嘉义正式开放民众替换会非实名制催安的头一天，新北市劳检处也伫早起展开劳动检查，来查看员工的拍卡记录，发现上届辛苦的是外籍员工，一个月加班已经达到100点钟。违法的情况包含就是劳工3月加班的总时数有达到100个小时，还有劳工整个月都在上班没有休假的违法情况。有些部分的因素是跟国家的需求会有一些关系的。劳检处表示，嘉义总共请6位外籍移工，尽管移工在疫情期间一个月薪水已经有9万块，不过已经违反劳基法，一个月加班上限46点钟的规定。劳检处也讲，移工对今年2月到5月疫情上厉害时阵超时上严重，研判工厂确实有受到国家催安队的产能压力，只是讲在解除禁令了后的6月到8月，也依然拢有超时工作的情形。过来看一个消费者替换会情况，有民众早起就载着一袋催安到新北市8里的工厂来退钱，要民众甘愿开1000块包客运车来换2盒催安。你这样子包车划得来吗？因为我还带很多盒，后来想想立体的我不要退了。而伫实名制催安方面，到8号为止，总共回收221万5000多片的假日催安。原本卫福部公告，替换截止期限敢若到11/5，不过为着互民众方便，卫福部决定取消期限，暂时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位要做兵的查甫人，伫入伍进前无通知军方，讲因兜有人伫咧居家检疫，去到营区才甲实情讲出来。地属甲伊坐共车的28人，拢爱分开，袂当甲大部队进行操演。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中央政府无规定检疫者的家属也爱做回居家检疫，这款的做法只是军方的规定之一。所谓越南挂催安伫咧体育场听令名宣导。市政府人员甲军方一直确认因的出国甲接触史，因故嘉义一位26岁越南无事先讲伊的哥哥自西班牙返来台湾，正伫咧居家检疫，一直到营区才讲，造成嘉义共车28人爱甲大部队分开操练。伊家己是家长领回。市政府有当面询问他2次，一男并没有主动告知，他交给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表，上面有他的亲自签名，他们写的都是5。本来伫咧初8要去嘉义场去做兵的这位越南，民政处讲，伊伫健康声明表内面并无写接触女外人士，2边磅体温拢无到37度符合规定，也无任何上呼吸道的症状，才顺利上车去营区。迄当阵在场的一个嘉义市长黄敏惠亲自送电话卡给越南。黄市长呢，在跟这些役男接触的时候，有全程戴口罩，而且是在户外通风的地方，接触的时间也极为短暂，是小于15分钟。所以呢，我们市长目前是不需要接受居家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卫生局讲，越南的各个目前是居家检疫的对象，唔是确诊个案，而且拢有做好居家检疫。甲伊接触的人或者是带做伙的家属是无需要居家检疫，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
对军方加甲越南接触过新兵分开操练。疫情指挥中心讲，这是军中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特产会邀请地方市场业者干部来台北参加座谈会，研究是要安怎运用这100亿的市场基金。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也出席听证人意见。目前初步规划猪笼是无甚物款的意见，只要求专款就爱专用。要协会希望政府就爱设冷冻厂来调节猪肉的供应量。座谈会无开放互采访，媒体敢若会当透过边仔的旁咧翕。会当看到会场头前倒边坐农委会主委陈吉中，遐若徛咧讲话是中央特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大卡是受到邀请来讨论100亿产业基金要安怎运用市里产业的干部。座谈会早起11点开始，讨论要2点钟，还未定案。不过目前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依照理事长们的建议，还是要去跟农民做沟通。我想农民才是最重要的。感谢咱农委会吼，肯含阮坐落来用心落来谈。这个100亿基金专款专用，100亿的基金初步规划用伫保障饲猪产业的收入，还有产销的平衡，猪仔死亡的强制保险，增加保费的补助，有策略性扩大出口，推动屠宰现代化等8大项目。饲猪协会指出，目前较烦恼讲开放了后，民众若是分袂出国产的猪肉或者是进口的猪肉，就规气卖食，造成消费量降低，恐惊猪肉的价销就会得咧排斥。如果亏损，你100亿也没有用啊！你100亿，说实在，可能2个月就猪笼就面临全整的猪笼就亏损到100亿，所以你就是要来怎么去救猪笼才是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冷冻厂，才有办法去救猪笼。饲猪协会希望讲，应该优先互特产会成立冷冻厂，才会当透过冷冻保存，调整供应量。另外，针对要安怎把成本的计算划好调。饲猪协会希望讲，会当对饲料的成本来调整，互计销伫咧1公斤65至70块以上。也另外一个烦恼的代志，是未来要安怎查扣这合成肉。饲猪协会呼吁政府爱清点加工的肉，因为这件代志牵涉到爱下部会来办理。会伫后礼拜5，搁一届开会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开放美国的鸦片入来，就人认为讲，通好甲美国签订 BTA， 也就是双边贸易协定。不过，就学者认为讲 ，BTA 甲 FTA 无同，毋是自由贸易协定。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湾的政治处境是真无简单。未来若准有机会签 BTA， 是希望会当走向国际，通好甲无共款的国家进行各种的协议。台北市美国商会甲工商协进会在经济部长王美花见证之下签署共同声明，敦促美国甲台湾政府马上准备签署 BTA， 鼓励更加多双向贸易甲投资。应该重视的就是工具机产业、电子产业，在美国也会提出一部分他们的需求有 take 就有 give 最近要举办台美经济甲商业对话，希望经由高阶经贸对话平台进一步洽签台美 BTA。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台湾是外贸导向的国家，一定爱尽量争取，而且也是大战略。贸易协定一定会有代价，无可能只有台湾得到，却是无付出的情形。不管从战略来讲，对产业来讲，我们当然都要去走出去。既然叫谈判嘛，大家都会有争，然后要让，特别是跟大的国家来谈。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台美 BTA 就是双边贸易协定，主要是对互相开放国内市场，并且取消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关税，也是非关税障碍，互相互进出口优惠的协定。经济部表示，即阵台湾出口美国产品，其实已经有将近65%产品零关税，主要是以半导体、资讯通信产品为主。而美国出口到台湾的产品受73%产品零关税。未来台美签订 BTA， 台湾受到关税保护产业，像是汽车、农业可能受到冲击。不过，对着最近受到疫情影响的工具企业者来讲，会马上就达到产业的效益。美国的实质的税率大概在4.5%左右。那一旦签署以后，这个关税应该是可以减免。跟美国签署 BTA 来看，中长期我们有机会跟其他国家也会签署这个关税的这个互惠。
王美花强调，即阵台湾只有13.6% FTA 互坎率，美国伊个是台湾第2大出口贸易国，若是用顺利签署，会提悬关税降低比例。不过学者讲，世界各国撤签 FTA 需要90%以上产品零关税，只有少数敏感项目用排除。也不过 BTA 是完全看双方贸易谈判实力。美国过去伫提法只是要求咱方开放市场，加上最近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必须要小心限制美方任意需求的无平等协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公布精湛2.0基础建设预算规划，内面的轨道建设预算全部到一半。再去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出面来背会，强调这是调整预算编列。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行政院所核定的建设一线5金拢袂减去。国发会公布精湛2.0基础建设预算规划，其中轨道建设的预算是减5成以上，引起外界质疑。当初精湛基础建设预算是占上济，来做重大建设之一，轨道的建设，即马预算要减一半，敢讲是经过评估了后，发现无法度做，政策才会向向改变。轨道交通建设的这个计划跟预算并没有改变，过去4年已经列入到前瞻计划的轨道建设都会持续，新增的部分有一些就会放在年度的公共建设预算来编列，预算编列的一个调整。林佳龙强调讲，政策并无改变。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只要是行政院核定的建设，一仙都袂减。也若这个预算要编伫咧精湛，还是编伫咧一般的年度预算，都要看建设的进度。不过，为国发会公布的精湛2.0基础建设预算规划发现，这个预算是调整真济，其中针对5G、AI 甲半导体相关的所有建设，为原本的460亿提悬到1382亿，增加3倍，占整体预算的16%。另外，城乡建设原本是1300多亿，嘛提悬到2431亿，占整体预算要3成。也若轨道建设是为4241亿，减到剩1903亿，是减超过一半。调整改变，为时也不晚。前疫情的影响跟极端气候的影响，需求不会增加，只会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暂缓这些前瞻轨道建设，评估它的需求性，然后再来看一看未来是不是有它的可行性跟效益性。学者认为讲，受到疫情的影响，甲少惊化等等的因素，若无赶紧爱起的轨道建设，都应该暂时冻点。国发会表示，轨道建设的期程真长，为计划、研究、综合规划到环境的评估，所来还佫爱施工、测试等等，基本都要10年。评估轨道完成的时程了后，才会大幅度调整轨道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南方四岛国家公园上界吸引人的行程，就是西吉市的南洞，当地人号做是造人的所在。因为是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范，船仔是袂当入去参观。不过，偏湖县长就伫面册表示讲，已经甲海关署研究讲要开放观光，目前双方有初步共识，希望上紧伫咧明年就会当开放啊。这个伫海中的天然海石洞，日头光自顶头的洞中之洞探入来，照伫咧海水了，规个变做宝蓝色。中间有一个比较亮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光束射下来的。因为今若石头落来会有危险，所以这个所在伫民国97年，和偏湖县政府正式列入自然保留区了，出入拢爱管制。赖文勇县长是认为，因为国外也有类似像蓝洞这样的一个海石洞，那有开放给游客来观光。那我们希望借由蓝洞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美景开放之后，可以为我们澎湖带来更广大的一个观光效益。偏湖县政府协调过几多遍，这个总算甲海关署达成初步的开放共识。除了会建造特别的船，也互游客有安全的防护，游客人数也会管制。也若是船长甲服务人员，也优先找当地人来做，保障工作名声。也希望澎湖县政府农渔局跟海管处合作，在人员跟环境保护的相关的配套都达到一个有秩序还有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来讨论这个事情。南洞是伫咧偏湖南方四岛西吉市北边的一个海石洞，除了有正壮观的玄武岩，洞内那些个海水就敢若宝石同款，是上大的特色。偏湖县政府希望上紧伫明年会当开放观光，吸引全世界游客。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在今仔下晡发生大停电，包括花莲市、吉安乡等等6个乡镇，拢超过14万户受到影响。停电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那交通拍角，也有民众掉伫咧电梯内面。台铁也表示讲，初步了解是设备去互雷公卡到，直高压系统才会故障造成跳电。突然间就大停电了。餐厅的员工无用咧处理食材，光源所敢若有窗仔外的自然光，遐若室内咧食饭的人客是举手机仔出来笑。花莲县找到下晡1点59分，向向停电，包括花莲市、秀林、新城、吉安、寿丰、凤林等等的乡镇，差不多半个花莲县停电要10分钟，超过14万户受到影响，占花莲县7成用电户。这有影响到生意吗？当然啦，没有电要怎么做啊？现在每个地方大家都不能营业，生意都不知道怎么做啊。无电通好用，袂少店头伫咧怨叹，无冷气通出的便利商店门是开开，民众坐伫咧内底一直热风，交通号志嘛无电袂显示，遐若路人的车经过路口拢会豆豆驶。另外，还佫有发生4件民众受困伫咧电梯内底的事件，家在拢有救出来。那我们那个特高16万1的线路有停电跳脱的情形。14点06分的时候，绝大多数大概是14万856已经恢复供电。这届花莲大范围停电，经过花东供电处修理了后，差不多10分钟至20分钟电就来啊。因为凤林镇下晡捌单雷公，台电勘查了后，初步判定是因为雷击，所以地属凤林到寿丰直高压系统故障造成跳电。记者综合报道。这晡暗时，伫苗栗岛南大湖交界的第3线，有一只5、6个月大的公石花囝去互车教射意外。若甲去年24件来比，今年到单只有6件，而且大部分拢是幼囝较侪。农业处也表示讲，可能甲找食的材料有关系。去互民众刷去路边的一只公的细只石虎，敢若有5、6个月，头壳破去，嘛无发现因妈妈。苗栗县农业处伫咧七八暗时9点40左右接到民众报案，疑似有一只石虎倒伫咧苗栗第3线139.5公里向南边的车路顶悬，了后随派人去现场处理。在路杀的位置是在那个快车道，接近中线的地方。那现场的话，就是应该可能是因为连续的弯道，那车速也过快，以至于这只石虎遭受路杀。可能就是年轻个体他的捕食利用，或是他的经验比较不足。今年8月，伫咧苗栗岛南镇苗140县道28.2公里附近，石虎伫咧路人死亡的案件，甲即个伫咧第3线的拢是真细只的。苗栗县农业处研判，可能甲掠港的细只石虎的技术也未真发展有关系。咱若今年1月份到单，苗栗县石虎伫咧路人死亡的地点，有湾里的苗121县道、苗栗市的第6线、大湖61乡道、西湖第1线、岛南的苗140县道，还佫有大湖甲岛南之间的第3线，拢总6件。甲去年24件来比，有较减少。长期观察苗栗石虎的研究团队指出，伫6个石虎较常出现的所在，设置农道、甲网仔等等的措施，有发挥部分的效果。在作为这些廊道跟通道的改善跟围网，的确有观察到一些似乎因为围网阻隔，它没办法穿过马路，但是它会使用附近的通道。几笔案例数，我觉得或者变化数上，我觉得比较难去关联到这些族群的分布跟数量的变化。苗栗县农业处表示，目前相关石虎伫咧路人死亡的案件，敢会当加做石虎族群因的变化甲活动范围改变的推论，数据也无够用来做科学的分析。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继续来关心咱的环境，伫高雄基山的农地起洪吨数量真侪转落石以及着废弃物。顶过日落大雨了后，煞甲转落石的基线冲出来，一寡基水也造成环境污染。环保局检验了后，对业者罚300万，而且停止因的清运计划，要求这3间业者要纳89亿的清理费用。不过业者认为讲安尼做不合理。这个所在出现一片真无自然蓝色的水池啊！高雄市基山区大拿里的农地，去用带真侪转落石，还佫有不明的废弃物，造成当地水质甲农地污染。最近落大雨了后，佫泄出真强的基水，业者为今年4月开始清理，不过进度真慢，嘛无认真处理。不符合清理计划规划的那些内容，我们就会废止它的清理计划书。那后续会再针对所有的清理义务人。请他们缴交代履行的费用89亿元。环保局态度变大空的，除了污染农地的部分，相关会罚300万以外，
嘛要求万代公司执行当初讲的清理计划，3年内要甲非法掩埋的转炉石全部清好了，而且伫第1年达到清掉10万吨的目标。环保局认为建发、万代甲中联3间公司拢爱负清理的责任。我们原本回填的数量，依销售单的数量是在99万多吨，实际上经过检测，包括开挖深度，可能来到将近400万吨。那这个跟我们当初预期会是回填单独只有我们的东西是落差很大的。万代公司回应讲，因为挖开了后，发现台底下底的转炉石，甲因捌运输的配料数量差真济。目前已经甲环保局反映，希望调查了后，会当给因一个较明确的回应。而且因认为讲，环保局是因为10年的清理计划无符合市民的期待，所以才会甲清运的年限缩短做3年。万代公司表示，若向加速开挖甲移除的基停，会增加现场劳工安全甲污染环境的风险。希望双方拢会当去做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人讲战火是无情。中国甲印度这2个国家已经有45年唔捌相战，真错发生开枪的冲突，双方拢甲问题赖互对方。印度媒体有人翕到讲，中国军方有人提武器被逼退印度这边。中国的官方媒体说是放出一段影片，是解放军伫高原训练的影片，背书是要共警告共款。中国甲印度爆发1975年以来头一摆开枪冲突，两国拢指控对方伫喜马拉雅山西部中印边境的拉达克地区首先对空中开枪威胁。印度媒体国际亚洲新闻社刊登的相片显示，50到60名中国解放军举着棍仔，也有亲像关岛的武器，到两国的实际控制线逼退印度军队。网络上是流传一支影片，敢若亲像就是中印军队在拉达克边境河谷修派的画面。अभी इंटरनेट और मोबाइल वगैरह नहीं चलने की वजह से अभी हमें बातचीत नहीं हुआ। इतना हमें ज़रूर पता हुआ कि आज रात को काफ़ी लार्ज सर्कल पे 1.5 घंटे की तरह 1.5 घंटा फायरिंग हुआ है, आर्टिलरी फायरिंग हुआ है। आज सुबह 3 बजे वहाँ पे फायरिंग शुरू हुआ, तो जिससे पब्लिक में एक डर सा माहौल पैदा हुआ है।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旗下新媒体军事报道，西北暗时也伫微博公开解放军的西藏军区特战队员伫4星公丘高原空降得分的画面，警告印度意味是真高。中国外交部指控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讲是印度首先开枪的。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印军在行动中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举措，稳控现地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印度军方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印双方协议，是严重的军事挑战行为，性质非常恶质。印度陆军其实发表声明，号令越线甲开枪，反抗解放军逼近印度军队的阵地，对抗开枪来恐吓，双方是一边讲一款。中印两国在1962年就捌爆发边界战争，谈判到即阵无结果。今年5月，中印部队伫拉达克对立，6月中伫嘉万谷爆发死伤冲突，8月底又有一名印度种族军人打着地雷爆炸死亡。两大有血统的国家隔45年搁再开火，局势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国际疫情。全世界感染到新冠肺炎的人数有2750万人，死亡人数有896000人。疫情上较严重的美国，到今已经有635万人感染，等于是50个人就1个人染病。另外，第2严重印度因有428人感染，初8搁增加75000人，打破英国一日增加的纪录。美国当地初8，纽泽西的纽华克自由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快速检疫站。全球第一重灾区的美国，到初8深夜为止，全国累计确诊患者超过635万人，用全国3亿2800万人来算，等于每50个人就有1个人确诊。Which will reduce the turnaround time from 2 to 3 days, or as many as 5, down to 15 minutes once the test is administered.
在美国9月劳动节了后，各大学嘛开始上课，和感染病毒的人汹汹增加。到7月为止，包括学生、甲教职员，确诊人数超过37000人。和部分州政府开始呼吁禁止学生聚会，接触过病人的人爱隔离。纽约州阁要求大学在必要的时阵爱转做网络教学。而印度是咧7月确诊75800多人，有1133个人过世，双双创下了一天的统计新高。ना हम लोग पर्सनल गाड़ी यूज़ करते हैं सब कोई तो अपना अपना यूज़ कर रहे हैं ऑटो में ये कोरोना के कारण चढ़ना अच्छा नहीं है फिर सबको हम लोग अपना सेफ्टी के लिए अपना अपना हम लोग व्हीकल ले लिए 因为真侪民众无遵守防疫政策，为7月30开始，印度连续41天，每一天增加超过5万病人。过去13天，一日累计患者超过100万人，和总确诊人数达到428万人，嘛伫测试超过巴西，加入全球第2重灾区。在体育比赛方面，2020年宽发自行车比赛，捌对所有比赛选手甲工作人员进行检疫。虽然所有选手拢无感染病毒，也毋过赛程的总监普鲁多姆甲4名工作人员说是确诊进行隔离。当然，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嘛因为甲总监有密切的接触，爱接受隔离。但是中东国家以色列因为疫情继续拖，累计过身的人破1000人。和当局伫7月暗头开始，伫40个城市实施1礼拜宵禁甲关闭学校，为当地暗时7点到过灯工的透早5点，不准民众离开厝内超过方圆500公尺。民生用品的商店伫这个时间内底嘛爱关店，不准做生意。记者来上经理报道。所以要看的是众人上界关心的疫苗。英国的牛津大学甲药厂等咧合种一种对抗武汉肺炎的疫苗，却出现人体试验者有副作用无爽快情形，目前也先来暂停试验。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对外宣布讲，希望疫苗会当伫11月初3，也就是总统大选进前展现成果。不过，美国的传染病专家福许表示，这个可能性是真低。欧洲制药厂商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合作的新冠病毒疫苗，原本8月31才进入临床试验的最后阶段。不过，有参加临床试验的一名英国志愿者，伫注射疫苗了后出现无度诊断出来疾病，必须这项研发计划必须暂停。阿斯特捷利康7月发表声明讲，这是例行性的暂停停输，来因应研发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状况。这款疫苗原本打算推出了后，会以真俗的价销伫拉丁美洲卖2亿5千万剂。即阵出现问题，也让疫情严重的墨西哥当局感觉真烦恼。Pues la consecuencia puede ser que se retrase el momento de llegada de la vacuna, el momento de presencia. 新冠病毒疫苗什么时阵应推出，愈来愈受到关心。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合作的研发计划，被认为是即阵世界各国疫苗竞赛领先者，要各界看好可望真做头一款上市的疫苗。英国 BBC 指出，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疫苗计划在全球各地实验室，即阵都已经暂停，会等待独立调查这个安全的数据。而计划什么速度恢复进行，是由卫生主管机关来决定。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在1月初3总统大选进前就使有疫苗来推出。对此，美国过敏症加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7月讲，11到12月进前，上侪工人知讲疫苗有效性加安全性，要推出并且注射机会增加。投入疫苗研发的美国辉瑞药厂也表示，总统大选进前就疫苗通注的机会无悬。Of course, this is only a prediction. It is 60% the chances in our base case that we will have an answer by the end of October. An answer. And that is only an answer. Yeah, I was going to say, so that would be an answer to whether it's safe and effective, not an approval, not shots in the arm in October. Absolutely yes. Yeah. Absolutely yes. It is going to be if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另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7月讲，头一批由国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史普尼克5号，上紧在9月底就来到委内瑞拉进行临床测试。第二批10月也入境，到时阵也要求选委会，和所有要参加国会大选的候选人，拢必须爱先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 Colorado 州热天气多变化，一日之内对热天变到是寒天，甚至搁伫热天落雪。另外，加州的火烧山目前烧掉的面积大约有1/4台湾遐尼大，这款情形也是英国毋捌发生的。
户外气候感觉色的烟规个大条咧，空气当中朝朝拢是灰雾。美国加州野火的季节，今年提早伫8月份到位，高温甲大风，互火是烧甲愈猛。今年到目前为止，森林炭烧的面积已经创下历史的纪录。118,000 acres were burned in 2019 by this time last year. You can see close to just shy of 2.3 million acres have been burned this year. That this is historic. This is the largest fire season we've had in terms of total acreage impacted in some time back recorded recent modern history. 加州才当要进入野火的高峰期，不过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0个消防人员，甲23场的野火咧车拼。今年初到达，敢若比去年加2600件的野火，不过炭烧的面积是去年的19倍，会使讲已经烧掉要1/4台湾的面积。旧金山湾区有2件大型的野火，炭烧3礼拜了后，火势有受到控制。不过，拜六礼拜加州出现热浪，洛杉矶测到有记录以来上悬的温度，摄氏49度。中部的西耶拉国家森林，初时过一天，大火就炭烧24公里远。Erratic winds basically push that fire in all direction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ve been having to deal with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Obviously, the record-setting heat that we had over the weekend, we continue to have. 科罗拉多州嘛，伫个礼拜出现热浪，首府丹佛破纪录，连续73天的气温超过摄氏32度，拜一的气温要到34度。不过受到加拿大冷空气的影响，短24点钟内气温熊降到摄氏2度，户外还阁有落雪。南达科他、怀俄明、犹他，还阁有内华达州，拢出现热天色。美国气象局表示，时速56公里的阵风会持续影响当地，一直到拜三，按算累积落雪量会达到15公分悬。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考虑到越南甲香港最近疫情有较歇来，甲越南调整做低感染风险国家，香港调整做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短期的商务人士若来到台湾出差，居家检疫时间会当缩短到5天至7天。国内共出现零确诊，最高无新增加新冠肺炎确诊比例，全台湾确诊人数维持伫495例。若国内疫情有较缓和，考虑到越南甲香港最近2礼拜拢只敢若难产个案，指挥中心讲，自即马开始，甲越南调整做低感染风险国家。短期商务人士来台湾居家检疫，只要15天就当自费采检，若是阴性就当改做自主健康管理。若是香港改做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甲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共款，入境居家检疫7天后会当自费采检。都是因为前一波里面，他们确实在确诊的案数有增加，那近来已经都又降回来了。另外，国内第485例确诊个案，就是今年8月初自美国返来台湾的10几岁无症状感染的少年。指挥中心讲，经过2遍的采检，拢无法度培养出病毒，显示个案已经无传染力，也证明就算是阳性检体，伫居家检疫14天后。无病毒也无社区传播风险。换句话说，他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具有传染性。所以在这个情况，请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政策就维持。要拿这个月底要举行的立法谈万人引导活动，指挥中心证实讲已经收到资料，验过主办单位无检附防疫计划书，会直接找主管机关谈。我相信这个活动也是相当具有意义，那也有它的一个时效性。所以我们也不会再去请他们再送防疫计划书，我们可能直接把体育署跟南投一起找来，大家坐下来谈。为着避免边国发生家里传染事件，指挥中心也定出边境加强稽查，建立追踪录像系统，也有实名制传染加更认等3项把关程序。目前正由经济部加厂商协调，希望赶紧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空川文教的董事长李万杰对中国返来台湾了后，宣布居家检疫14天，过4界拍走。新北市卫生局伫今仔日也确定要改罚50万。虽然已经60几岁有缘逐礼拜拢运动，以及空气文港集团董事长李万杰，最后自中国出差返来台湾，和员工的家属表讲，伊违反居家检疫规定4月拍走，返来第3天去新店总公司开会，也无挂水烟。新北市卫生局随后决定要改罚50万。李董事长因为有外出的事实行为，
所以我们罚以50万。他是开车哦，那所以说还没有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跟他有一起开会或者是有接触的人那我们也建议要进行这个自主健康管理。李万杰找过自中国返来台湾了，连续2天家己开车出门，除了讲的是出外运动2点外钟，随即开车去总公司开会，还阁无看水验。新北市卫生局依照现有事情，罚伊50万，若查出有新的事情，可能会加重处罚。对于第2天行踪，警政系统还阁伫咧调查。初步案，李万杰已经强制送1中检药所，1天就要家己出3千。这位董事长他的手机呢？他刻意放在家里面，这位董事长这样的一个行径，过去也都有被我们查到的这个记录。为什么李万杰出外，警政系统无发出警报？疫情指挥中心证实，李万杰是挑工无扎防疫手机出门，为闪避电子监控。对此，但是中讲规两目也是有碰。科技文教也发声明道歉，讲董事长出差2个月，就急要登去公司完成公务。李万杰也对于做无好的示范感到抱歉。自疫情发生到即马，总共有899位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的人，裁罚金额总共到1亿1604万。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国家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今日正式挂牌，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这是提升双方关系正重要一步。索马利兰驻台代表也讲，2个国家理念相斡，拢是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非洲国家索马利兰甲台湾互相设代表处，索马利兰驻台代表穆姆德8月撤到台湾了后，就进行居家检疫甲开馆的准备，撤到正式揭牌。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目前当时甲索马利兰推动经贸往来上好的时机，这是双边关系真重要的一步。We both face external pressures, but are both proud of our sovereignty and ready to defend it. Taiwan is ready to work closely with a like-minded partner in the Horn of Africa. From now on, Mohammed, Taiwan is your second home. 吴钊燮表示，台湾甲索马利兰2国拢是因为认同民主自由共同价值，所以签订双边的协议。穆姆德嘛强调讲，未来会强化双方的关系，伫各领域的合作。台湾甲索马利兰是理念相斡的谈判，目前包括伊本人、代表处的人员编制按算拢总5个人，而且会计划招募2个台湾的职员。That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maliland and Taiwan is based on reciprocal, on our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rule of law, and justice. It's a special and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hampions of democracies in Africa and Asia. 索马利兰总统阿布迪嘛专讲录影片祝福，针对中国威胁讲，台湾甲索马利兰互相设代表处，效果爱家己担。穆姆德嘛回应讲，索马利兰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无权利干涉。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张家长出面来指控，讲台北市树林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内面有老师唔但会拍囡仔，也会恐吓囡仔。幼儿园负责人下晡也出面来回实的，强调会拍囡仔这2位老师已经无伫遮教册啊，也希望教育局甲社会局来协助调查。什么时候打你的？每天吗？下课的时候。那是哪个老师打你？家长陈小姐帮家囡仔对话录音，表出私立凯斯幼儿园伫2017到2018年之间，至少有2位老师用车啊拍囡仔。我女儿说是拿用这根棍子，比这个宽一点点，厚一点点，就一直打你，一直打你，打手。我女儿跟我讲说，她被老师恐吓，说你如果讲出去，你爸爸妈妈会死掉。还有另外一位家长卢小姐，摕家己囡仔脚黑青的相片，讲过去伫咧凯斯幼儿园和老师不当管教3年。有多位小孩后来家长试着去问出更多的事情，才知道有小孩吃得太慢，老师会把他们拖到隔壁班，在拖行的过程中，小孩子反抗就会撞到。小孩子上完厕所洗手回来，老师会闻他们的手，看有没有肥皂味。有小孩因为老师闻不到他手有肥皂的味道，就会从抽屉拿出像这样子的剪刀，叫他们张开嘴，舌头伸出来，说：“你下次再骗我，我就剪你的舌头。”
伫吹高早起，市原陪10几位家长开记者会，指控教师涵过行为。开始教育机构董事长王永煌下昼也开记者会向家长道歉，讲两位涉案老师已经离开，严过因未包庇也未闪避责任。陈老师的确在有些事情上面是踩到我们的红线，于是我们就立即的将他开除。老师对孩子这个管教的问题，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向我们的家长说声道歉。王永煌讲，涉案的陈老师迄当阵有心，不过有心不是借口，以后会注意老师是毋是把个人情绪转移到囡仔生活顶。另外一位老师是讲话较大声，不过甲囡仔斗阵了袂歹。开始另外也互人指讲不利用案件上课，闪避欺诈。王永煌承认过去确实有超收，不过即马无啊。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后龙的温屈高下水池，本地是要来解决饮水问题。不过，县政府正打算要伫这个所在起太阳能发电系统，当地的民众也烦恼讲会影响到水流排出的功能，希望县政府赶紧来解说解决民众的疑虑。徛伫水岸边看过去，边仔有风力发电机，这是位伫苗栗县后龙镇水杯里，占地15.6公顷的跳水池。早年雨季时阵，水杯里遮定定饮水，不过对12年前设置温泉沟跳水池了后，当地就无再饮水咯。不过苗栗县政府规划伫这跳水池建设6.5公顷的水翼型太阳能发电系统，这互当地民众真烦恼，影响防水效果，会造成周边农地的损失。如果做风台大水时阵，咱一寡农田的一寡水若流落来时阵，阮遮会去淹水无？其实这方面嘛需要去做一个厘清的，是不是在20年这段期间，我们要多几年来清淤一次？这是嘛阮上大一个顾忌。对着民众烦恼甲可能造成的冲击，后龙镇镇长讲，官府应该赶紧召开说明会，对着工程是毋是影响这个洪水、甲清土工作的配套做法，先甲当地来说明，才有法度减少当地民众的烦恼，也个疑问。如果说这个滞洪池的这一个太阳能光电的设置，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这一个蓄洪的功能？所以我们希望说县府这边能够赶快召开说明会，向我们当地的乡亲来说明。水域太阳能光电板设置之前进行整体的一个滞洪池的一个清淤年度的部分每年度也会配合来进行区域的一个清淤改善。苗栗县水利处表示，会将跳水池规划成做多功能绿能水域环境，即阵已经报请经济部调设许可核准。设置太阳能光电，除了会使互跳水池搁再利用，也增加县府的财源。有计伫10月就会召开说明，甲地方来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环山乡中华街甲第三线交界所在，常常会闻到正插片的味。查到到地才发现，讲是水沟仔内面的水顶头有铺一烟油，也因为这条沟仔有甲溪流相接，民众也烦恼讲安尼会破坏环境。水沟仔顶铺一烟油，现场还阁闻到臭味。新竹县横山乡和民众发现挖第三线排水沟，水面拢是油。环保局到场调查，初步确定是重油污染。闻起来像什么味道？像那个柏油。然后我就说我们就来看看吧。结果下面都是一些油垢。因为上方呢，几乎都是住宅区有减少的一些的工业工厂在那边。那这个油污呢，看起来是属于重工业用油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同了警察跟我们环保单位查出它的来源的方向在哪。环保局伫咧排水沟边找到漏油点，看起来是中油的管线。针对污染源的部分呢，今天呢我会针对中油或者是一些的养护单位的管线进行实际的一个现勘到底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相关管线或者埋有相关物品，那我们会持续追查那个污染来源。对漏油的代志，中油讲，这确实早年有替横山乡阿年有油管线，不过怎么这条管线已经无咧用啊？是不是这条管线漏，因也过来查？附近也确实是有管线，那是不是我们再进一步厘清？但是环保局他所讲的漏出来的油的部分，我们也会全力协助回收大概让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再做进一步厘清，到底是从哪一个源头泄露出来的？环保局讲，漏油的现场怎么承认？查油索一个吸油纸暂时轻度有污，
加附近的民众注意，若发现有其他所在出现重油或者是闻到油臭味，赶紧向环保局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的阳光国小内面有保留一座70多年历史的三合院，本地是一位姓地富人人的徛家，后来变作是学校用地，三合院也自安尼保留落来。经过整理，学生也伫真有古味的三合院内面上台语课，也变甲真趣味。台语老师当个教学生讲台语，详细甲看，这间教室甲一般的学校真无同。行来外口看，更加特别。新竹市阳光国小校园内底竟然有一座传统的三合院，边仔有囡仔学生抵达古早的水车，大家真欢喜。来这上台语课的学生，感觉就亲像倒来阿公阿妈的厝。就足特别的啊！下课的时阵嘛，拢会当来遮耍，啊嘛拢会感觉是。就是阮来遮耍的时阵，拢会感觉是教阮，就是是有去阿公阿嬷因阵住的所在。我和我朋友下课的时阵，都来遮耍。囡仔是伫个环境当中啦，因为咱对话就是甲平常时。古早时代，咱就是即个环境，甲咱中辈嘛是伫即个环境，生活就是用水、用食、用穿的，拢是伫遮。就互咱囡仔就感觉讲咱来到遮当中咧，就会融入的当时的生活，就是咱生活当中来讲咱的语言。校长讲，这间三合院当初学校还未起的时阵，就第一遮，后来经过讨论，决定要甲保留，正只要受乡土课程，拢会安排第一遮上课，嘛变做学校的一项特色。我们社区这些人，他其实对这个老宅是有记忆。那当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说故事，说他小时候的经验，那可以把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的故事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座有72年历史的三合院，今年得到教育部美感再造计划第优奖，嘛是得奖名单内底唯第都市内底的学校，不但是真舒适学习享有，嘛成为上有宁静美的校园风景。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2020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小说的得奖人陈正强，今年58岁，伊用台语书写已经有20多档，写过真侪诗，也出版过真侪作品。这回伊得奖的台语小说，号做是《唔捌的》，描写伫这片土地常常互人放袂记，伫社会当中生活的人。伊也希望讲母语会当透过书写继续流传落去。我唔来讲尔，我要去写，我要互咱的母语，互人知影讲咱的母语唔是生活的语言尔，唔是粗俗的语言尔，是一个有水准的，是一个文学性的一个语言。行伫台南市王玉德纪念馆的走廊，有红砖啊，有水池，也有凉亭，看过去真有古味。得到今年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小说类头名的陈正雄讲，王玉德就是刺激伊有台湾意识的重要人物。看到王玉德伊写的课文的台湾，就是咱台湾真正过去的历史，真实发生的，啥物叫2八，就是恐怖写出来，伊一世人就主张爱讲家己的母语。语言是咱民族的灵魂，受到伊这款的影响所以感觉讲，安尼我若用台语来写我的文学作品，我是感觉讲，我会使安尼做。陈正雄对1998年参加台语演习班，过来参加台语读册会，也去台文笔会，用母语写作20多档。陈正雄写过侪诗，也出版未少作品。迄阵的老师比如黄景的老师，伊本身嘛是作家。所以，就鼓励讲，咱除了讲以外，咱会当来写作。等到尾啊，咱去开始写的时候，感觉讲，会当试看卖啦吼。把我家己的感情啦，对土地认捌啦，对咱我迄感情，咱达表达出来，所以开始来较接来写小说。这回陈正雄得奖的台语小说作品，这篇唔捌的也受到台语前辈的肯定。伊这小说方式，我也唔是咱用较现代式的迄种的表达的方式，乡野的传奇的迄种的艺术的迄个所在，要互你了解讲人生世事内底你听去甲归纳出精神的现象。伫咱生活当中一个足卑微的人物伊嘛有伊的人生啊，
吼，所以我变得我要去注意讲，咱一个小人物有无吼，伊这个咱这个土地实实在在伊生活的过程，伊唔是讲足正样，唔是讲过了足好，不过伊嘛是一个活跳跳的生命。今年58岁的陈正雄讲，伊的创作拢是伊成长的点点滴滴，也是传承母语的脚印。伊也望未来有更较侪后辈同齐创作，提高台语文学作品的品质甲数量。记者阿敏金对6台北台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路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呢，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增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烫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节气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孤单。伫白露这个节气，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南，杂日九日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会使记起来，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面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
真享受。钓、白鱸、滷水、焖冬、挂龟、白鱸草、家己熬、白鱸蓝、10日到日淡。早暗凉凉，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